大家好，我係360社區嘅牧師莫宇晴，歡迎大家收睇我哋呢個系列嘅節目。喺上一集我哋就熬清楚藥物同毒品嘅概念同埋關係，同埋了解到成癮其實係一種嘅慢性疾病。今集我哋將聚焦係一種特別嘅物質叫做芬太尼。佢點樣由一種醫療上嘅救命藥變成街頭上嘅致命嘅毒品呢？引發一場席捲全球嘅芬太尼風暴。芬太尼其實係一個充滿爭議嘅名嚟嘅，喺呢個醫療界呢，佢係一種極其重要嘅止痛藥，能夠有效緩解病患同埋劇烈嘅痛楚。喺另外一邊，佢係成為咗奪走無數生命嘅元兇。呢一種嘅雙面性，正正係芬太尼最令人憂慮嘅地方。今集我哋將會首先帶大家初步係認識芬太尼嘅基本嘅藥效同特性，然後逐步嘅深入探討點樣從嚴格管控嘅藥房走向混亂危險嘅街頭，最終掀起一場全球性嘅危機嘅呢？到底芬太尼係啲咩嘢呢？簡單啲嚟講，芬太尼係一種強效嘅合成鴉片類型嘅藥物，佢唔係嚟自植物，而係通過化學合成製造出嚟嘅。佢嘅藥效有幾勁呢？數據可能令你好震驚。芬太尼嘅藥效比嗎啡強50至100倍，比海洛因更加之強30到50倍。呢個意味住即使係極少嘅劑量都可以足以產生強烈嘅效果。更為關鍵同埋令人心驚膽跳嘅就係純芬太尼嘅致命量可以係低至2毫克。2毫克係一個咩概念啊？佢大約就等於2粒鹽或者2-3粒沙嘅重量，肉眼幾乎係難以分辨。而咁少嘅份量就足以致命，呢個令人震驚嘅事實，正正係解釋佢點解芬太尼喺街頭係會咁危險，因為非法製造嘅毒品入邊，芬太尼嘅含量根本係冇辦法準確控制，即使係微不足道嘅差異，都可能導致過量中毒，甚至係死亡。而喺醫療領域，芬太尼係一種處方藥，常係用於治療癌症嘅晚期末期嗰種嘅劇烈嘅痛楚，或者作為手術後嘅止痛劑。佢有唔同嘅醫療形式例如可以做成貼片透過皮膚吸收，又或者係含片放喺口入邊去溶解，亦有注射劑。喺醫療體系入邊，芬太尼嘅使用受到非常嚴格嘅監控，以確保病人嘅安全。了解到佢咁強大嘅藥性，係我哋理解佢之後點解會引起咁大危機嘅基礎。個風險係在於過量同埋極易致命。咁芬太尼點樣由受嚴格管控嘅藥房走到危險嘅街頭呢？成為一種致命嘅毒品呢？呢個轉變過後有幾個關鍵嘅原因。第一，首先係高利潤，因為芬太尼藥力強大，非法製造者只需要好少量嘅原材料就可以生產出足以產生強烈效果嘅劑量，大大降低咗生產成本，但賣出嚟嘅價錢因為藥效強勁，利潤就變得好高。其次係佢係易於製造，同需要種植、提煉或者借嘅海洛因係唔同。
芬太尼係一種合成藥物，只要有基本嘅化學知識同設備，嗰啲不法分子咧就可以喺簡陋而且係非法嘅實驗室入邊大量生產芬太尼。而最致命嘅一點就係佢成為咗佢咧就係混入咗喺其他毒品嘅致命陷阱。好多嘅不法分子啊，會將芬太尼滲入咗其他嘅毒品入邊，例如海洛因啦、可卡因啦，甚至係將佢咧壓製成呢個丸仔，偽裝成為常見嘅處方藥處方嘅止痛藥咁出售。咁做嘅目的就係增加呢個毒品嘅藥力，同時又降低生產呢個成本。呢度要特別提到咧，吸食方式同埋佢哋嘅危險程度。非法芬太尼咧本身或者混合咗個芬太尼嘅毒品咧，可以透過多種嘅方式係被服用嘅。每一種方式都有佢獨特嘅風險。嗱，首先就係最危險程度最高嘅就係注射，直接咧係將毒品溶解之後，透過針筒注入靜脈，所以效果係最快、最劇烈，瞬間就衝擊大腦，但係同時間最容易導致過量死亡。而共用針頭會極大增加呢個傳播愛滋病啦、肝炎啦、乙型丙炎嘅肝炎啦等等呢個血液傳染病嘅風險，亦可能係引起咧注射部分咧係感染啦，所以膿腫啦、敗血病啦、膜炎啦等等。第二咧就係即係吸食啦，好似食煙咁樣。咁咧煙吸同埋霧化，危險嘅程度亦係好高嘅。將毒品加熱之後吸入其揮發嘅煙霧或者蒸氣，效果係快速，但係難以精確嘅控制劑量。長期嘅吸食咧就會對呼吸系統咧造成嚴重嘅刺激，引致氣管炎啦、肺炎啦、肺氣腫同埋甚至係肺癌。吸入不明嘅化學物質，亦可能係對肺部咧造成永久性嘅損害。咁第三種咧就係鼻吸啦，危險程度都高嘅，將粉末狀態嘅毒品直接經鼻腔吸入，透過鼻黏膜吸收，效果亦相當迅速。長期鼻吸咧會係嚴重損害呢個鼻腔黏膜、鼻中隔，導致慢性鼻炎啦、鼻血啦、分泌惡臭物，甚至鼻中隔穿孔或者係鼻梁會塌陷。咁第四種咧就係口服，危險程度咧都係高嘅，尤其是係嗰啲不明嘅藥丸。咁佢直接係吞食，通常咧就係偽裝成藥丸嘅芬太尼，效果係相對嚟慢，但係持續嘅時間就較長。最大嘅危險係劑量咧都係難以估計，尤其是當使用者以為自己食咗其他嘅藥物嘅時候，極係容易因為芬太尼嘅高劑量而過量中毒。即使藥丸睇嚟好似一樣，但係唔同批次之間嘅芬太尼含量可能係天差地別。至於使用者嚟講，無論採取邊種嘅吸食方式，只要涉及芬太尼，風險都會被幾何級數放大，因為佢哋往往唔知道自己吸食嘅毒品入面含有芬太尼，而芬太尼嘅劑量又極難嘅控制，即使係微不足道嘅份量差異，都可能係導致到致命嘅過量中毒。呢個就係芬太尼由救命藥變為致命毒品嘅主要嘅濫用途徑。
芬太尼嘅濫用已經喺全球泛濫範圍入邊，尤其是係北美地區，引致咗一場好嚴重嘅過量死亡危機。統計數字係觸目驚心，芬太尼成為導致藥物過量死亡嘅主要原因，奪走咗大量年輕嘅生命，對社會造成咗沉重嘅負擔。即係喺個人嘅方面咧，芬太尼最直接嘅危害就係即時嘅生命危險。佢會強烈嘅抑制中樞神經系統，導致到呼吸係好困難，甚至呼吸停止而死亡。即使能夠被搶救翻嚟咧，芬太尼嘅極高成癮性，亦會令到戒斷嘅過程係好困難，康復之路係漫長同埋艱辛。長期濫用更會係嚴重嘅損害身心健康，導致各種生理同埋精神嘅問題。而喺家庭同埋社區嘅層面，芬太尼會導致到危機係無數家庭破碎，親人承受好大嘅痛苦同創傷。咁呢場危機亦係對醫療系統、急救服務同埋執法部門造成係好大嘅壓力，消耗係大量嘅社會資源，並且對社會嘅穩定性構成係嚴重嘅威脅。面對芬太尼呢場巨大嘅風暴，我哋面臨好多挑戰。非法製造同埋走私芬太尼嘅網絡係好複雜，難以係追蹤。芬太尼嘅化學結構不斷嘅變異，出現各種嘅新嘅變種，令到檢測同應對係變得好困難。而且大眾係對芬太尼嘅巨大危險普遍認識唔足夠，好多人甚至對其藥性係一無所知嘅。不過而家我哋全球社會都係積極嘅去應對，採取咗好多方面嘅策略。首先我哋睇到嘅就係呢個納洛酮啦，係一種鴉片類嘅藥物嘅解毒劑，可以快速嘅逆轉呢一個芬太尼過量中毒嘅影響。普及納洛酮嘅使用同埋培訓係現場搶救生命嘅關鍵。咁第二公共教育同埋預防都係好重要，提供大眾特別係青少年對芬太尼危險嘅意識，係防止濫用嘅第一道防線。而家我哋都做緊呢一樣嘢，執法部門要不遺餘力嘅打擊非法製造同埋販運呢個芬太尼嘅活動，從源頭係遏止佢嘅供應，同時間係提供治療同埋康復嘅服務，為成癮者提供係專業嘅資源同幫助，亦係不可以缺少嘅一環，協助佢哋重回係正軌。總括嘅嚟講芬太尼嘅故事係一個關於一種潛力巨大嘅藥物，因為濫用而變成致命毒品嘅悲劇。佢嘅雙面性同埋極高嘅危險性，導致全球過量死亡人數急劇係上升，對個人、對家庭、對社區都造成好大嘅衝擊。面對呢場嘅危機，我哋需要社會各界嘅綜合性努力，包括持續嘅教育宣傳啦、嚴厲嘅執法打擊同埋全面嘅治療康復服務。喺下一集，我哋會轉移個焦點，深入探討個更貼近家庭嘅話題。我哋會討論到點解單純叫細路仔對毒品say no 話唔好啦，遠遠係唔足夠嘅。同埋父母同細路仔之間嘅深厚嘅關係同埋健康嘅互動，點樣先可以真正成為預防藥物濫用嘅最重要嘅防線呢？
敬請咧係期待第4集。單純說不為何不足夠？父母同孩子關係互動嘅重要性。多謝大家收睇，我哋下次再見。我亦盼望你咧將我哋呢一啲嘅短片係分享出去。再會。